前一阵仔雨落真粗，根据着农业部的统计，9月22到27，全台湾农作物的损失1308万，其中巨峰葡萄377万上介多。农业部也要提醒农民，着爱记哩去申请天然灾害救助现金。空空的葡萄园，彰化梨林的农民真无奈，因为梨林外海边啊，丰收过头，无法度，嘛无条件打网湿，致使梨林的葡萄敢若会当种前半冬。毋过，若是伫咧彰化、大川、园林、宝心等等的所在，风无遐透，才有摘掉种冬果。毋过到月份，葡萄才拄开花，就拄着大雨，花拢冷去死了了。啊，这二级的因为梨林大部分地方拢无做二级啦。所以讲落雨嘛无啥损失啦。我有听讲大川甲宝心迄边有做二级的，听讲损失足厉害的。到月中过后，受到低气压影响，全台真侪所在闪大雨，各地农作物损失是真严重。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敢若9月22到9月27，6天的时间，全台农作物就损失1308万，其中以巨峰葡萄损失377万上济，第二就是乌麻啊损失接213万，第三就是番马损失171万，过来就是红菜头拢总损失117万。损失有1308万，那其中云林、彰化还有台南市屏东县的损失较为严重。那受损的作物呢，以巨峰葡萄、芝麻、硬质玉米、胡萝卜等，它的情形比较严重。农业部提醒，若是有受到天然灾害的农民，会当找地方政府，也是公所申请天然灾害救助现金。亲像即届损失上严重的葡萄，1公顷会当补助10万块。农业部提醒也未申请的农民，赶紧去申请，避免损失受过严重。记者狄阿选柯宾泽台北报道。